乡亲啊，离明年的大选剩最后的50天了。蔡总统早起去参访到金仁宝集团旗下的电源供应大厂，伊来强调讲，台商回流爱看投资是毋是落实。若对手韩国瑜用台湾是漂亮的小姐，甲3个查甫人咧拍麻将，来比喻着两岸的关系甲国际局势。蔡总统讲，伊无咧拍麻将，伊听无韩国瑜咧讲啥。来看咱的记者伫现场的报道。 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接受政论节目专访的时候，将两岸关系和国际局势比喻台湾是一位美丽小姐和3个男人在牌桌上打麻将。总统蔡英文上午也做出回应，让我们天天稍早他怎么说？我是不打麻将的，所以听不懂他这个麻将的比喻了哈。那没有错，台湾在这一个复杂的局势里面啊，要找自己的机会啊，而且要面对很多的挑战。那最重要的就是实实在在要把台湾的各方面都做得更好。 让台湾的经济可以做得更好，那么台湾的科技的发展可以做得更好，台湾的国防也可以做得更好，让台湾自己的实力不断的在增长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蔡总统上午特地是到淡水参访金仁宝集团旗下的电源供应大厂，赞成33会理事长许胜雄20号的说法，台商7000亿元资金回流，钱从哪边来不重要，重点是投资确实在发生，政府也会全力协助企业落实投资行为。 也说新北、桃园、台中有上班的市长都证实了，不懂为何没上班的市长看不到。而前行政院新闻局秘书郭冠英21号现身中选会，说是替共产党监督台湾选举。蔡总统也说，我们是民主国家，人民监督选举，政党和政治人物，相信台湾认同郭冠英的话的人不多，认同的人会被淘汰。以上是记者在采访现场的最新情况。